后来今年受到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，有一寡公司已经决定不爱办买鸡咯。以办道来出名的高雄内门的总铺师找出路，超前来报数。因提早来行销过年菜，甲这个鱼翅鸡、佛跳墙等等40多种的办道菜，甲做成细份的真空包，栽培送到厝。顾客听啊先来试食，才来落单注文。这真大地风肉，互爱食倒菜的人看甲嘴软酷酷滴。真侪料理的佛跳墙，搁有鱼翅鸡、两仁米糕，这拢是办倒菜一定爱传的。高雄内门的总铺师真出名，不过受到疫情影响，年初到年底订倒菜的人变真少，真侪公司嘛拢无爱办买艺啊，业绩落5成外。所以因规气提早行销年菜，搁塞小包装，互人客会当先试食，一摆会当试食真侪项。可以先品尝看看口味合不合口味，然后再来决定那个我们年菜的时候是否要订购。喂，你好，你要订年菜哦。主文的电话才袂离，2个月之前开始做网络营销，真空包年菜试食订单量比去年加3成。办倒菜唔敢会当送到厝，个总铺师嘛使去恁家煮。煮的所在就伫咧徛过电话卡，人客若来就当包转去。疫情的影响，总铺师一摆做生意的方法，互民众真方便，就当食到因好食的手路菜。